看到豆子剧团的演出，每一位小朋友拢笑嗨嗨。现场除了有泡泡派对的体验，还有可爱造型的气球区，让每一位小朋友拢耍甲真欢喜。这是今年台南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头一场伫个总野艺文园区来举行。市长黄伟提表示，今年的耶诞跨年真精彩，民众千万袂用来错过。台南市的耶诞跨年活动就在今天12月2号开始喽。我们第一场在麻豆来举办亲子活动，很多的好朋友，现场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来，欢迎大家一定要来。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六，礼拜六还有12月23号、12月31号都有耶诞跨年活动，而且有越来越热闹、越来越大场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。今年耶诞跨年的活动，市府总共安排2场的亲子活动，加3场的演唱会。12月9号，伫个神话糖厂的文化园区，还有一场亲子活动，邀请小青蛙剧团以及小丑亚米造型气球秀。接续还有3场大型的演唱会，将伫个12月23甲31，分别伫个市府的西平广场、甲新营的南营绿都新来登场，邀请民众共同参与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